問自己咁辛苦嘅旅程做乜？答你唔到，都要頂硬上。Hello，又係 Wilson， 今日係台灣單車環島嘅第二日。今日會由桃園縣出發到苗栗縣嘅三義鄉。Google Map 顯示總共111公里，去到後半程會有比較大嘅坡度攀升。出發冇耐，玩下我嘅新玩具 DJI 航拍機 Neo 2。佢嘅外形輕巧，操作簡單，佢嘅智慧跟隨功能簡直係非常抵讚，好適合我嘅徒步同埋單車旅程，一個人都可以影低唔同嘅角度同埋風景。希望 DJI 嘅管理層可以睇到呢段片，之後多多贊助下我。而家踩咗大約3個鐘，30公里左右。咁我感覺就係一直都未完，因為已經踩咗成朝啦。而家大約11點，咁都只係踩咗成個路程嘅1/4，接近1/3。咁啊，總共要踩111公里。咁啊，同埋全程個坡度比較大，咁所以注定今日係一個比較辛苦嘅日子。估唔到呢個先係旅程嘅噩夢開始，因為琴日航班下晝先到埗，所以第一日我嘅旅程只有半日時間去踩，所以我跟唔到環島1號嘅官方路線，只能夠根據單車路程嘅大約100公里去揾住宿。然後我今晚訂嘅住宿就喺台中嘅山區三義鄉，路程會比官方路線嘅沿海路複雜同埋多坡度，去到最後20公里嘅不斷爬坡，我嘅體力同埋意志力都嚴重下降，心裏邊無數次諗過放棄，直頭想沿路截車載我離開。只不過成條路烏燈黑火，人又冇車又冇，唯有頂硬上。踩咗10個鐘，120公里，仲未到家鄉，好啦，辛苦啊！到達民宿已經係夜晚嘅8點鐘，由朝踩到晚，我已經冇精力再繼續剪片，乜都唔理，直接休息。